为确保元宵节巅峰夜庆祝活动的安全，巨冈城市警察局将派遣537名联合人员分居于各个指定地点。巨冈城市警察局将派遣537名联合人员，以确保2025年元宵节庆祝活动的安全。这一消息由城市警察局行动科科长 Arief Wibowo 在媒体声明中透露。这537名联合人员包括警察、军队、海事、渔业局、交通局、海岸禁卫队以及来自格马劳岛本地的安全人员。其中89名人员将分为2个班次，驻扎在格马劳岛及左边的境界岗哨，确保庆祝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到场群众的安全。Arief Wibowo 呼吁庆祝活动的居民和游客在格马劳岛时要小心，注意保管个人物品，并注意安全，避免发生意外情况。元宵节庆祝活动是一个文化盛事，始终受到市区内外人们的期待，因此巨冈城市警察局承诺确保活动的安全和有序进行。 Personel kurang jumlahnya 537, terdiri dari dari Polri, kemudian TNI, kemudian KSOP, Dishub, kemudian Basarnas, termasuk pengamanan swakarsa internal dari PT KUI maupun dari Pulau Kemarau.